大语文千万字，大家要和大家做伙来拜一日。有的人透早惯洗洗身躯、洗冷水，也毋过秋天了后，透早洗冷水可能就会寒甲眼冷。今仔日要甲大家小解这一日，咱做伙来看到，这日就是眼水的眼，午安眼第三条。这个眼就有练光的意思，咱讲眼光。另外足寒的，咱讲寒甲的眼冷。用物件互咱感觉足冰的，咱讲用冰来眼头壳。另外，咱拜拜拜山了后，摕拜拜的手伸入去到金炉，代表讲拜拜已经拜好啊。咱讲眼钱，带大家做伙来小解两个词。头一个读做眼水，也就是拍铁拍光了后，浸伫水底，浸伫油或者是土，互铁的温度会当降低，就会变定来。第二个词读做眼光，嘛是同款意思。咱用一句话来举例，甲这两个词夹做伙。譬如讲，古早人讲，人无艰苦嫁，难得世间财。铁啊，就爱眼水眼光过了后，才会定。亲像咱人，就爱食过苦，才有法度通金果。今仔日小解这一日，眼提供互大家参考。